台湾艺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收藏超过1万件戏红仔，2020年开始捐予台博馆来收藏，即马馆内已经收藏超过15000件，是全亚洲上戏红仔上济博物馆，目前就拄好登来展览。王岩跨区赛来的时候，他眼睛看不到，但是我就请说好，你到后面来。他就进到后面以后，他就摸了一下他的戏台以后，我发觉他掉眼泪了，是他的东西。这是经过新的本地戏艺术跨吹赛王岩的本地戏彩楼，在生时彩楼和股东商卖去到日本，后来真无简单，接获台湾艺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林敬富找回来。伊自少年就伫一国家收藏甲戏红仔有关的古董，2020年伊甲11000多件古董全部捐予台湾博物馆，那总算在找了公开展览。就台湾博物馆来讲呢，目前这收藏已经会使讲是亚洲的红仔吼，迄个四奥吼红仔的这个收藏上大的一个所在，所以这要研究甲要来做推广，还佫有足侪路通行啦。这些收藏品包括红仔、戏台、含道具等等，为着要让民众能看到这珍贵的文物，台博馆特别规划特点，这重要的艺术嘛来参加开幕。像今年要90岁的小西园将中剧团团长柯王甲伊的徒弟吴明良拢有来，也表示看到台湾本地戏的文物伫国家级的博物馆受到照顾，感觉真安慰。不管是布袋戏、家底戏，还是这个皮戏，吼这个部分会当入来咱家己的这个，会使讲国家级的博物馆，这对咱会使讲是这个最大的一个鼓舞。不管是对这个咱对下一代的历史教育，还是文化教育，或者是讲咱对咱这就是讲资深的演出来讲，也敢讲最大的欣慰。目前台博馆这个红仔的特点，特别选出34件来自各地的红仔来对外展出，另外嘛出版台博武戏典藏的册，详细了解这珍贵收藏品。台博馆望让这文物继续发挥伊的价值，除了展览研究，嘛通正准备来推广和艺术创作的基础。记者卢尚如、林晓凯台北报道。